为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就你来研究。1956年，宝岛新台湾歌这本歌册内底，你写讲日本的警察伫咧刑犯人，伫咧刑百姓，安怎样刑？讲刑罚骹腿，甲伊缀石棒。安怎样第4句连讲？石疗足重，缀真久，双手揽在骹头有，冤枉用要刑甲有。人是比狗也较输，人现代人进步的国家讲人有人权，啊，毋过你知影，过去的警察国家伫咧刑人外刑狱。甲严封建时代，你较早咧看电视咧做包青天，敢毋是掠起来灌水用个拍用个砸的？所以冤枉用要刑甲有，人有人权，狗伫法律顶头，动物是袂输敢若物件共款，但是人比狗无权利的狗也搁较输。过来4句连第2趴，讲若毋认要安怎样？无认每时甲咱拍，刑事掠头共掠骹。手仔甲咱记警戒，分去搁再用骹踏。毋则讲法律的底线、人权的底线，这拢要教育，拢好会第知影。讲每一个人拢要有平等的权利。过去的4句人咧讲即款公平的内容，你听，你会心惊胆寒，你会赤目惊心，你会理解讲，原来有当时啊，毋是讲作恶作毒。敢若政治主张无共尔，都要遭遇即款的对待，实在无公平啦。啥做政治主张无共？第3趴的4句连讲，歹人行死无要紧，好人行死真可怜。间谍冤枉归大阵，10个掠无一个真。歹人甲好人免哪分？你若用过刑法的，无这条分啊啦。因为连好人伊嘛着爱交就变歹人啊，所以无迄个讲歹人行死无要紧的啦。好歹人拢共款，到尾就是10个掠无一个真。所以刑法这个代志，现代国家唔通做，不应该。尤其国情头拄我咧讲，敢若政治主张无共，毋是作恶作毒，毋是抢人劫人的，即款上冤枉。毋则讲间谍冤枉归大阵，4句连已经甲咱讲甲明拄明。